嚟到養和抗病兵工廠嘅時間啦，咁眼前呢位嘉賓咧，我控制住自己。點解咧？因為咧，其實我想望下佢啲牙齒白唔白，基於今日呢一個嘅話題。但我費事，因為我同佢講話，嗱，你唔好望住啲牙齒啊嚇咁樣。先請呢位嘉賓出嚟先，就係嚟自養和醫院，就係黃文昌醫生。黃醫生你好啊 Chris 你好，即係唔好意思，其實我想望住啲牙㗎，但係同埋咧，我咧平時咧未必會咁樣遮住自己啲牙。但係因為咧見到你嘅關係，尤其是我哋今日咧講呢一個牙齒嘅美白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話，都係遮下先啦，費事俾醫生見到我啲牙咧係白定係黃。老老實實，你有冇望住嗰啲牙？有冇望過頭先？有嘅有望過，職業病嚟嘅呢樣。我都話你㗎啦，一望一定係望咗一個人嘅牙齒先嘅。哎呀，咁啊好啦，咁啊唯有避開一下先。不過咁樣啦，我想問下，咁如果我哋講牙齒，因為我覺得啦嚇，即係啱喺未開咪之前咧，我哋都話其實而家咧牙齒咧好多朋友想去做美白啊咁。但係我想問下，正常嚟講，其實正常牙齒係咪都真係白雪雪嘅咧？嗱，一般咧健康我正常望到你牙齒齒啊，你都幾白嘅喎，原來。還可以啦，還可以啦，都做咗啲功夫嘅。係。咁啊，一般健康正常嘅牙齒咧，我哋話係象牙白嘅顏色。OK， 象牙白或者呈現微黃嘅顏色，咁就為之健康牙齒嘅顏色嚟嘅。OK， 即係佢本身都可以有少少微黃色嘅。係嘅，因為個原因嚟講咧，就係因為我哋嘅牙齒最外層，我哋叫珐琅質。嗯。咁珐琅質咧，其實係一個半透明嘅物質嚟嘅。嗯。嚇，咁而珐琅質嘅底部咧，有另外一陣牙質，我哋叫象牙質。嗯。或者叫牙本質。咁嗰陣牙質嚟講咧，就呈現黃色嘅。嗯。咁所以變咗咧，隨住時間，隨住年紀，慢慢當每個人嗰個象牙質變厚，或者因為個珐琅質有損耗嘅關係咧，嗰啲牙齒就開始慢慢由開初嘅微黃變成越嚟越黃。但係嗰個黃其實係咩嚟嘅？代表住咩嘅？黃代表其實嗱，主要嚟講咧，象牙質隨住時間、隨住年紀，慢慢有色素沉澱嘅話咧，都係會慢慢隨住時間變黃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講到美白牙齒咧，其中一個多人會想去做嘅原因就係因為白嘅牙齒或者亮白嘅牙齒咧，俾人個感覺就冇咁顯老，比較年輕一啲。係啦，就係因為隨住時間、隨住年紀，正常人嘅牙齒咧都係慢慢會變黃嘅。慢慢會變黃嘅。係啦。咁點解有啲人佢係會黃啲，有啲人冇咁黃？同埋其實咪淨係黃嘅咧？有冇可能性就係其他唔同嘅顏色出現嘅咧？都有嘅。嗱，其實頭先我哋提過就年紀嗰度會令到牙齒顏色變黃啦。咁其實牙齒變黃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兩個層面去講嘅。第一個層面嚟講咧，就係牙齒嘅表面變色。表面變色嚟講咧，就係我哋會見過，譬如有啲病人佢經常係飲茶，特別係濃茶啦、咖啡啊、紅酒啊，或者汽水啊，甚至有啲病人佢要經常去長期食中藥嘅，咁嗰啲咧就係喺個牙齒表面形成咗一啲顏色，係啦。咁亦都有另一種狀況嚟講咧，就係長期冇洗牙嘅，牙面有好大陣嘅牙菌膜嘅，咁牙菌膜裏邊嘅細菌，你知道笑咩㗎啦？係咪先？唔知大家有冇呢一種感覺？我都好耐冇洗牙咁樣。你有嘅，你有嘅，我相信你有嘅，見得到睇得出。咁啊，牙菌膜裏邊咧都會有啲細菌咧係會分解出啦，或者釋出一啲色素出嚟嘅。咁所以呢啲咧就我哋稱之為一啲表層嘅或者表面嘅顏色。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牙齒內部嘅變色。咁牙齒內部變色嚟講咧就幾個常見嘅狀況。其中一個咧就係喺小朋友牙齒形成嘅時間，長期食咗四環素。呢一隻消炎藥，係啦，咁長期食咗四環素呢隻消炎藥或者抗生素嘅話咧，就會令到牙齒咧變灰黑色。係啦，咁另外一個狀況嚟講咧，就係有啲人因為意外，可能撞擊過或者創傷咗隻牙齒之後，咁牙齒隨住時間慢慢個牙髓壞死，咁牙髓壞死咗之後咧，牙齒亦都慢慢會變灰黑色。咁亦都有另外一個狀況咧，就係蛀牙。蛀咗牙，當然蛀牙係一個階段性嘅嘅狀況嚟嘅。初期嘅蛀牙未必一下子就變成灰黑色。但係蛀牙蛀耐咗，時間一長咗嘅話咧，就會慢慢令到牙齒變成灰黑色。咁呢啲都係屬於牙齒內部變色嘅狀況嚟嘅。不過咧，我哋成日都係覺得個牙齒變色咧，其實可能真係可能我哋一般朋友成日覺得，喂，咪影響個外觀咯咁。其實如果講到對牙齒有冇實質，我哋對牙床又好等等嘅影響嘅咧？嗱，當然啦，咁呢方面咧就要睇翻個變色嘅原因。
如果你話單純係因為年紀嘅關係，係或者因為頭先所提過嘅飲食嘅關係，咁當然呢方面主要就係影響外觀。咁對牙齒或者牙周嘅組織咧就冇大影響嘅。咁但係如果講到係屬於發炎嗰類嘅，即係譬如頭先提過嘅，因為撞傷咗牙齒，導致到個牙髓壞死發炎嘅，咁呢種狀況嘅變色咧就需要留意嘅，就有機會影響到個牙齒啊，或者甚至牙腳周邊嘅牙床骨嘅牙周組織嘅健康。但係如果係真係影響到牙床骨側邊組織嘅咧，其實我哋會知㗎啦嘛，已經，因為有其他唔同嘅訊號㗎啦嘛。會嘅，一般嚟講，當然睇去到邊一期嘅階段，初期嘅未必有好明顯嘅症狀，但係慢慢演變到譬如個牙髓嚴重發炎啊，牙根尖發炎啊，咁當然會有啲信號俾到你嘅，可能係痛啦，可能甚至會有腫啊、牙瘡啊嗰啲情況出現嘅。係嗱，不過咧講到牙齒變黃，其實我哋講到就係想去變翻叫變白啦，或者美白啦咁啊。其實如果牙齒變黃咗，嗱我哋講美白嘛，咁即係話即係可以變翻白啦，係咪？佢係咪真係可以叫做同埋嗰個變翻白係點樣咧？係清走咗面頭嗰啲黃色嗰啲所謂嘅積而變翻白啊，定係鋪啲嘢上去咁樣嘅咧？兩種情況都會出現嘅，都有可能嘅。咁嗱，先講就係如果係屬於牙齒表面變色嘅，譬如頭先所講嘅同飲食相關嘅，咁最基本嘅係可以去定期揾牙醫去做洗牙啦。咁至於你話平時如果唔想洗得咁密，或者因為飲食嘅關係緣故，可能真係洗完牙之後隔咗幾個月又再重新有積嘅話咧，咁市面上咧都可以揾到一啲美白牙齒嘅產品嘅，係啦，即係包括一啲我哋叫美白筆啦，美白嘅牙貼啦，或者啲美白牙膏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原理咧都有唔同嘅。咁一般分兩大類。第一類咧就係我哋稱之為用一個研磨劑。研磨劑係啦，研磨劑嚟講咧，簡單講就係一啲粗糙嘅火粒。係啦，咁嗰啲摩擦嘅火粒咧就可以擺喺個牙面嗰度，透過摩擦就將表面嗰啲積去清除。OK。咁另外一種成分咧就係一啲我哋叫美白劑。咁美白劑嚟講咧就透過一啲化學嘅作用。咁通常嗰個化學成分最常用嘅咧就係我哋叫一個過氧化氫嘅一種化學成分。咁呢種化學成分嚟講咧就可以有效滲透落去琺瑯質，再喺琺瑯質裏邊做到氧化，從而分解咗啲色素。係啦，咁所以譬如舉個例，頭先所講嘅美白牙貼或者美白筆嚟講咧，就係透過我哋所講嘅美白劑。因為譬如美白牙貼佢裏邊有啲美白劑嘅成分。咁透過用嗰個美白牙貼同牙面嘅接觸，咁可以做到啲牙齒美白。係 OK。咁但係我點樣決定我究竟譬如因為啱啱你所講嘛，其實好多唔同嘅即係坊間嘅產品啊咁啊，咁原理就講咗，但係咁多，因為你其實可能已經有兩個唔同嘅原理啦。咁我應該點樣去決定啊？究竟即係我用邊一個嘅原理先叫做可以令到我啲牙齒變白咧？其實咧每個病人嘅狀況都係唔一樣嘅。咁所以我哋強調咧就係用任何嘅美白牙齒產品，或者做任何嘅美白牙齒療程之前咧，都最好先諮詢翻註冊牙醫嘅意見先。因為每個病人嘅狀況唔一樣。咁過往亦都有啲狀況就係咩情況唔建議做一啲美白咧？就係譬如有嚴重嘅蛀牙啦，或者牙齒有嚴重嘅損耗啦，嚴重嘅酸蝕啦，或者嗰隻牙本身裂咗而冇處理到。或者頭先提過嘅，譬如牙髓壞死咗，未接受治療嘅，通通呢啲狀況或者嚴重嘅牙周病、嚴重嘅牙肉萎縮咧，都係唔適宜做嗰個牙齒美白嘅。OK， 即係其實，但係我哋當然啦，其實我哋都係嗰個建議大家，如果去做一啲嘅牙齒嘅即係美白嘅療程啦，特別係講到療程啦咁啊，都真係要揾翻咧即係牙醫咧去即係處理呢一件事啦咁。咁但係所以就係如果喺牙醫處理之下，其實佢知道你牙齒健唔健康，叫適唔適合做呢一個美白嘅療程噶咯喎。係冇錯。咁一般嚟講喺做任何嘅美白療程之前，牙醫當然就會做咗一個詳細嘅臨床檢查。咁如果個別狀況係有需要嘅話咧，甚至會幫病人去照一啲 X 光添。係啦，咁啊確保咗或者確定咗嗰個牙冠嘅組織，牙冠嘅部分，以至牙腳嘅部分，同埋牙周組織，包括我哋嘅牙床骨啦，同埋牙肉啦、牙齦嘅部分啦，確保咗健康咧，先至去施行嗰個美白嘅程序嘅。係，不過當然咧，其實喺坊間裏邊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即係美白嘅療程啦。咁譬如我自己身邊啲朋友就係有啲嘅即係陶瓷嘅美白啦，咁啊有啲係可能係藍光嘅美白等等啦。咁究竟呢一啲又即係同啱啱所講有咩原理上面嘅唔同咧？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其實今日呢位嘉賓咧好早到咗噶啦，咁然後咧都俾我啄住咧關於唔同咧牙科方面嘅問題啦，咁都真係啊牙齒嘅時候都係真係我覺得咁講嘅，身體所有嘢都好多時係跟一世嘅，同埋因為牙齒咧冇計啦，佢係職業病，一望我棚牙，喂我何嘗唔係啊醫生？喂，因為真係一開口嘅時候就係對住真係嗰棚牙啦，咁所以咧我見到身邊咧唔少朋友仔咧而家都可能係選擇一啲叫做牙齒美白啦，咁但係其實坊間我啱啱所講，可能係有唔同嘅產品，但係我特別好想講下，如果講到一啲嘅牙醫美白療程，尤其是可能有陶瓷，我知身邊有位嘅嘉賓咧，佢有陶瓷牙貼啊，即係我開頭唔知佢係陶瓷牙貼咯，哇！我仲同佢講，哇！呢棚牙好靚，好靚，好齊，白雪雪咁樣，跟住咧佢仲好威水咁樣依起棚牙俾我睇，你睇啊，因為我做咗呢個陶瓷啊咁啊，咁我就話，咦，真係好齊，好靚咁啊，跟住我就都心喐嘅，係啦。因為齊同埋靚啊嘛，女人嘅嘢係咪先？但係我就話，譬如坊間有陶瓷，係咪比較多時就係陶瓷嘅牙貼，同埋就係藍光嘅即係漂牙為主嘅？呢兩個都係好普遍嘅，要美白牙齒嘅一啲療程嚟嘅。咁但係兩者咧嗰個程序係好大分別。或者我哋可以先講一講就係個藍光美白先啦。咁藍光美白嚟講咧，就相對地咧對牙齒個傷害性係低啲嘅。因為其實做嘅過程嚟講咧，主要就牙醫先會幫病人做咗啲牙齒表面嘅清潔先。咁之後咧就會放一個我哋叫張口器。或者個牽引器就將嗰個嘴唇啊同埋面頰嘅部分先撐起，避免嗰啲漂牙啫喱咧，因為接觸到嗰啲黏膜啊或者牙肉嘅部分而引起一啲化學嘅灼傷。係啦，咁做咗個牙膠上去之後咧，亦都會放一啲保護牙肉嘅凝膠。咁亦都係同樣嘅道理，就避免一個漂牙過程裏邊咧，嗰啲啫喱會接觸到牙肉。係啦，咁做好晒呢啲保護嘅程序之後咧，都會再放一啲紗布，或者我哋叫一啲棉卷，咁放喺口腔入邊咧，去幫助吸嗰啲口水。係啦，咁做好晒所有保護嘅程序同埋功夫之後咧，先至會放一啲美白劑上去牙齒表面。咁透過藍光燈咧，我哋去催化去加速成個美白嘅過程。咁令到成個美白嘅過程嚟講咧，一般而家牙醫診所入邊做到嘅專業美白咧，通常都大概1個鐘頭度就可以完成到。對唔住，我想講，咁即係撐大個口咁樣依起棚牙，俾你擘大個口之後，就1個鐘頭左右嘅咯，處理。大概1個鐘頭。OK， 但係呢一個其實係咪已經叫即時會見到嗰個嘅美白嗰個效果㗎啦？冇錯，呢個我哋稱之為即時美白。當然亦都有另外一種方式，我哋叫家用美白。咁家用美白嘅做法就係牙醫先會幫病人印製咗上下口牙齒嘅排列。咁然之後就送去工場嗰度咧，度身訂做咗一套透明嘅牙膠。咁有咗套牙膠之後咧，再配合埋嗰啲啫喱。咁個美白啫喱嚟講咧，就交俾個病人。每日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抽時間去將啲啫喱擠落去個牙膠嗰度，再透過佩戴，等嗰個漂牙嘅啫喱可以同個牙齒表面有接觸。但係呢個算唔算安全㗎？即係因為你啱啱所講，其實如果去到即係診所嘅時候，你會有好多保護嘅保護嘢，保護牙齒其他牙肉啊咁樣㗎嘛。咁如果使用牙膠嘅時候，係咪都係安全嘅咧？安全嘅，因為牙膠嚟講咧，其實本身就度身訂做。咁就根據翻每個病人佢嘅牙齒排列啊、大細啊咁樣去做。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都要提一提，即係消費者或者病人嚇，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會留意到坊間市面上又好，或者甚至一啲網購平台，咁佢哋都聲稱會買一啲譬如美白機啊，或者啲美白套裝啊。咁當然有陣時佢哋未必會標示晒全部嘅成分。咁理論上嚟講咧，正如頭先所講啦，好多呢啲含有過氧化氫或者我哋叫雙氧成分嘅呢啲漂白劑咧，其實如果使用不當嘅話咧，的而且確係有機會引起牙齦發炎啦，引起牙齒嘅過敏啦，甚至有機會引起一啲譬如黏膜嘅化學灼傷嘅。咁所以消費者或者病人都喺呢方面咧選購或者去用之前咧，都需要最好留意清楚，甚至去諮詢咗牙醫嘅意見先。但係我發現咁啊，如果真係啲朋友仔要係用呢啲係自己喺屋企用嘅時候，佢如果真係假若佢灼傷咗，佢會唔會即時已經知道係有啲唔舒服㗎啦？會嘅，大多數情況都會嘅。係啦。咁所以就當然灼傷咗都要盡快去揾醫生去處理。係。因為我覺得恐防就係大家覺得係喺屋企做嘅時候方便好多。咁但係嗰一下有陣時你知我哋啲女人啦，即係喂唔緊要嘅，可能捅一下嘅啫，轉個頭冇事㗎啦咁啊。但係其實可能已經係受傷咗都未定。當然呢個要睇情況。亦都睇究竟做嗰個美白，譬如個頻率啊，用嗰個啫喱嘅份量啊，同埋個濃度啊，或者戴嗰個時間有幾長。
係。咁當然你話做嗰個美白牙齒，不論係藍光美白又好，或者家用嘅帶牙膠式嘅嗰種美白都好啦，其實理論上做嘅過程同埋做完嘅短暫時間咧，都會導致一啲牙齒敏感嘅狀況。咁呢樣係正常嘅。咁但係如果因為使用不當，而令到個牙齒真係長時間或者好嚴重嘅過度嘅敏感咧，咁到時都要揾翻醫生去處理。係，當然啦，就係如果大家選用呢個家用美白嘅即係藍光嘅情況，就要留意住啦。如果自行去嘅時候，如果有牙醫咁，當然牙醫會跟進翻你嘅情況啦。咁，咁但啱啱你想講，譬如喺診所裏邊咧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你話做1個鐘頭啦，大概咁啊，咁點啊？我係一個鐘頭已經係 OK， 我 last 到我對唔住唔應該咁講，一世噶啦，我唔使再處理噶，定係其實定時定候都仲係要藍光處理嘅。其實係定時定候需要嘅，因為本身嚟講咧，正如頭先提過，就係牙齒隨住時間，本身會有變黃嘅情況出現啦，亦都係同飲食有關，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做牙齒美白唔會話做一次就白一世嘅。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工咧一定係要定期去做嘅，係啦。咁當然做完美白之後都有啲地方要留意嘅，係譬如平時都要留意清潔啦，咁留意飲食啦，頭先提過嘅茶啊、咖啡啊、紅酒啊各類，咁盡量小心啦，可以就避免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有陣時真係避唔到嘅話咧，我哋都建議，譬如食完飲完之後都揾清水啷啷口，係啦，咁亦都可以選配翻合適嘅美白牙膏啊，或者牙貼啊嗰類嘅產品。咁就可以令到嗰個牙齒美白效果可以維持得耐啲。係，不過啱啱醫生講就係呢一個藍光啫，咁仲有陶瓷噶嘛？陶瓷咪一了百了咯，醫生。咁點解唔揀陶瓷啊？陶瓷嚟講咧，其實我哋叫一個修復程序嚟嘅。OK， 修復牙齒係啦，冇錯啦。因為頭先我哋提過做美白咧，純粹係嗰啲美白劑，透過唔同嘅方式接觸到牙面，做滲透、做色素分解，咁就有效果。但係陶瓷貼面嚟講咧，我打個比喻咧，就似你女仔做 gel 㗎，係啦，咁啊貼一塊嘢喺個牙面嗰度。咁當然材料嚟講咧，近年常用嘅就係一啲我哋叫陶瓷貼面。因為陶瓷嚟講咧，做出嚟嗰個顏色、嗰個象真度或者個透光度咧係最接近真牙嘅。亦都陶瓷有一個好處就係陶瓷夠堅硬。係啦，咁但係進行呢個陶瓷貼面嘅修復程序咧，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必須要將嗰個牙齒咧適度地去磨薄。因為陶瓷貼面本身有厚度，咁基本大概學術上嚟講，大概講緊最基本0.8至1.2個毫米厚。咁所以換句説話講，如果喺一個完全唔打磨牙齒嘅狀況之下，0.8至1幾多啊？1.2毫米。係啦，咁其實就唔需要話打磨牙齒太多嘅。係啦，咁但係當然係因應每個病人嗰個牙齒排列啊、咬合啊，再去每個個案去決定需要打磨幾多，同埋個陶瓷貼面需要做幾厚。係，咁當然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如果真係牙齒打磨對牙齒有啲咩影響咧？醫生你要講下先。如果真係我哋叫磨薄咗牙齒，有啲朋友就話咁都係磨薄啫，冇乜特別啦，咁樣都係啲牙仲喺度㗎。其實對牙齒會唔會有任何有可能嘅影響咧？嗱，理論上只要成個程序係做得係妥當嘅話咧，就唔會對牙齒造成一啲咩特別嘅負面影響。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喺理論上嚟講，因為始終做嗰個陶瓷貼面要將個牙齒打磨。咁牙齒打磨有啲病人，譬如佢有啲過敏性嘅牙齒，係啦，咁就有機會出現打磨完咗之後咧，短暫時間出現一啲牙齒敏感嘅狀況。即係譬如對熱嘢、凍嘢會特別敏感啊，或者甚至裝配完個陶瓷貼面之後，都會有一段時間有啲牙齒敏感。OK， 但係咧，如果講翻，譬如有啲朋友就真係，如果不論係選用呢一個陶瓷嘅即係牙貼又好啦，或者係藍光呢一個美白啦咁，其實做完之後嗱係啦白咗啦咁啊，咁但係有冇話特別需要點樣去保養佢啊，或者係再去即係跟進住情況㗎？要㗎，保養一定需要嚇。如果你話美白牙齒嗰度嚟講咧，當然就正如頭先提過嘅，留意飲食啦，留意清潔啦，同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定期去揾註冊牙醫做檢查同埋洗牙。好啦，咁至於你話做咗陶瓷貼面之後咧，嗰個保養就要再留意多一樣嘢。喺個飲食方面咧，我哋都會建議盡量唔好經常咬一啲太硬嘅嘢。包括一啲係啦，陶瓷貼面，包括一啲譬如我哋叫堅果啊、花生啊，或者甚至骨嗰類咧，就要小心。咁亦都有一種狀況就係咁脆弱嘅咩？其實本身嚟講咧，陶瓷都係硬嘅材料，但係始終做咗上去之後咧，我哋都希望病人可以用得長啲嘅時間。咁但係所有嘢擺喺口腔入邊去用咧，都必然會有損耗。係啦，包括譬如睇個病人嘅咬合啊，平時咬嘢嘅力度啊，我哋講個咬力啊，以至譬如佢頭先所提過食嘢嘅嗰
嗰個質地啊，即係譬如有啲病人成日食花生嘅、堅果嘅、咬骨嘅，或者夜晚瞓覺係磨牙嘅，咁當然呢啲通通咧都會令到唔好話淨係講個陶瓷貼面啦，對自己嘅真牙都會有相當程度嘅損耗。係，我好快問一問題，你啱啱所講，其實譬如飲茶好啊，我唔好講飲紅酒啦，其實好多朋友仔都可能飲茶噶嘛。其實呢啲嘅茶或者啲飲品嘅時候，其實本身佢已經係對我哋每日都有刷牙㗎。就算我做咗陶瓷貼面或者我未做陶瓷貼面都好，其實我哋每日有刷牙，點解佢仍然啲跡都仲喺度咧？嗱，當然呢個都睇翻就係嗰個刷牙嘅方法啦，選用嘅牙膏係咪適合啦，係啦，牙刷係咪啱自己本身個牙齒排列啊，各樣。咁所以其實每個病人嘅狀況都唔一樣，咁所以都建議即係因應翻自己嘅狀況咧，就去諮詢翻牙醫嘅意見。係 OK，咁睇嚟呢一集只不過係一個開始嚟啫，你已經係引申咗好多唔同嘅話題。牙刷咪就係平時買嗰啲咯，點解牙刷平嘅時候咪買咯，或者細啲咯咁樣。但我相信咧都有唔同嘅學問嘅，咁所以咧就係大家咧都好好留意住啦咁樣。但係即係阿黃醫生提到一樣嘢就係，都真係要揾翻註冊牙醫睇翻自己一個狀況。冇錯，冇錯。咁啊，今日唔該晒黃醫生，我哋下次再傾，拜拜。